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7月15号。今天的诗篇经文是诗篇89篇20到37节，历代志上卷11章15到19节，哥罗西书第1章15到2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应许。我们如果说旧约的应许只不过是为了犹太人而存在，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太狭隘了。当然，似乎也用人的思想来限缩了上帝的作为跟全能。我们如果从拯救论的观点来看，上帝的应许其实是从来没有中断过，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期，针对不同的人，针对不同的需要，上帝有不同的作为来实践他的拯救。如果我们从回溯圣经，从这个启示文学、书信的初代教会，一直到耶稣基督时期的福音书时代，甚至在旧约的不同时期，有不同的领袖，有不同的需求，上帝拯救的应许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拯救的目标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唯一的救恩。我们谈到上帝在不同的时期，针对不同人的需要，他赐下不同的拯救作为。至于大卫，上帝高抹了他，那让他以最基本的这个能力呢，就打赢了高大的歌利亚，让他经历被追杀、被轻看，到后来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君王。上帝虽然以非常不同的一个做法让大卫来经历他，但是在不同的做法这个当中有一个相同的原则，就是基本的原则，就是那以马内利，上帝的同在之应许跟恩典。因为上帝应许同在，大卫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都能够平安的度过，因为他呢倚靠上帝。我们从今天的经文诗篇89篇20到37节来看，我是把这个经文读一下，因为我觉得今天的两处经文其实都很重要3次。我拣选了我的仆人大卫，我膏立他做你们的王，我要赐给他能力，我的力量要使他强壮，他的仇敌永不会胜过他，邪恶的人无法打败他。我要击溃敌对他人，我要杀灭所有恨恶他的人，我要以信实慈爱待他，我要使他长胜不败，我要扩展他的国土，从地中海到幼发拉底河。他对我说，你是我的父亲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保护者，我的拯救者。我要立他为长子，高过世上伟大的君王。我要持守我对他不变的爱，我和他所立的约永远有效。他的后裔有人将永掌王权，他的宝座如天长存。但是他的后裔若违背我的法律，不遵守我的规范，如果他们离弃我的教诲，不谨守我的诫命，我就要因他们的罪惩罚他们，我要因他们所的过犯来鞭打他们。然而我要继续以慈爱待大卫，我要永远对他信实，我不废弃与他所立的约，也不收回对他所做的应许。我断然指着我的圣名发誓，我绝不向大卫说谎。他的后代要绵延不绝，我们要看清他的国，要看顾他的国，犹如太阳永远照射，
他的宝座要永存如月亮一样啊。那一天上这个忠实的见证哈。最近有一位透过网络时常跟牧师询问有关圣经问题的青年，他问我说：“牧师，你最喜欢圣经的哪一个人物？”他跟我说他很喜欢约瑟的故事，非常的精彩，也曲曲折折。然后以开始他被出卖的事情来看，谁也没有想到后面他可以变成一个敌国的宰相啊。那他认为约瑟的故事很像诗篇23篇的经文所说的，他经过了死荫的幽谷，他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所以他认为这个诗篇23篇也很适合放在约瑟身上啊，其实也是对的，因为我们的人生就像他一样，也就像大卫一样，我们时常经历很多的死荫幽谷。并且，令人感到惊讶跟不解的是说，一个被出卖当奴隶的一个孩子，有办法将来成为敌国的宰相，更因此拯救了他们一家人。是的，如同约瑟在对他的哥哥们所说的话，是上帝让我先你们来，为了要拯救全家。这是上帝的应许，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计划，上帝以不同的方式来实践他的应许，让一切相信的人不致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瑟是如此，大卫王也是如此，许多圣经的信仰前辈其实也是如此。那么现代的基督徒，你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保罗说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基督是那看不见的上帝的形象，基督就是上帝了哈，是超越万有的长者。借着他，上帝创造的天地万有，看得见和看不见的，包括灵界的在位者、主宰者、执政者或掌权者，借着他，也为着他。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，基督在万有之先就已经存在了哈，万有也借着他各得其所。18节说，他是教会，他的身体的头，他是新生命的源头，他是长子。首先从死里复活，目的是要在万有当中居首位。上帝亲自决定儿子有他自己完整的神的特质，借着儿子，上帝决定使宇宙万物再跟自己和好。那上帝借着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了和平，使天地万有都归属他。从前你们由于邪恶行为、思想远离了上帝，做了上帝的仇敌。现在要借着他的儿子的肉体的死，上帝使你们成为他的朋友，为了要使你们在在他的面前圣洁，没有缺点，无可指责。你们必须持守信仰，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上，不要放弃那起初领受福音时所得到的盼望。现在这福音将传遍全世界。他说我保罗就是这福音的仆人啊。我想这个很清楚了啊，就是怎么样看到那个上帝的应许跟救恩。耶稣基督他成就了上帝的应许，他顺服，所以他完成这样的事情。他将救恩赐给了世人，并且他也透过约翰的提醒，只是这一切相信的人呢，要得永生，而且呢，他也要说这个相信并且领受上帝救恩是应该怎么做，是值得我们思考的。特别是我们现在在面对
困境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失去盼望，我们要能够继续跟上帝同行啊。即便是遇到许多的困难，我们也不需要气馁，特别是我们在面对中共武汉肺炎的时候，当我们在我们需要上帝的这个应许啊，然后来跟上帝同行哈。我们最近也谈这个事情哈，我们要配合政府的防疫作为，这是基督徒非常基本应该做的事情哈。我们一起度过对于本世纪的人来说，人类的死因幽谷这个大浩劫啊，这个当中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，他与我们